越剧的2位老师需要带一下这个纽扣麦。好，买。什么叫年龄差？是我比他老吗？不服。他说这次的宝黛看的有点年龄差，杨老师，这是你的责任。你太小了吗？对，是不是我太小了？集合一下，再慢。若飞，去的呢？时间去思念，爱情有点甜，这心愿不会变，爱情有点甜。爱情的承诺，有几个下个周末，你的想法清楚对我来说。你是说这个头饰吗？这样闯进我的心窝，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的，没错，我是这个直播间主人的家属。我是友情来出的镜子，荣幸在这里直播间和大家见面。妈，还好我就不领口袋。哦。哎。就是喷点水会好一点。喷点水呢？反应这么快？啊？喷点水再重新加工它。松一点，因为喷水我擦的太细了，就没了。直播过年吧，过年吧，空的时候，好不好？好吗？今年过年一定和你们直播嘛，好吗？直播间见。今年我绝对。好呀。
看看你给我营业的怎么样？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个然后看看我有没有把这里音乐好。你在干什么啊？来调侃，用时间去思念，爱情有点甜，这心愿。爱的守护一出来，杨老师马上退出屏幕。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用最浪漫的副歌，你也轻轻地附和，人生决定着我们的选择。说实话，我不懂怎么连麦，我还不知道怎么弄直播。我一直看他们在弄，下次我试一下吧，试一下。还要精心来雕刻。没做，要做吗？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我今天早上做了。哦，那你用最浪漫的副歌，高一有没有那个来着？决定着我们的选择。要的。是你让它是我的世界要的。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爱要精心来雕刻。我是米开朗基罗，都是刻画最幸福的风格。这个好像不太对呢，什么不对不对？要么再干脆一点。你看这里看，你要做看这里做这里光了有没有？如果这里光了的话，那个灯光打开就没了。你在那个地方肯定有的。如果刚才化妆遮掉了，那说明等一下就会遮掉。对。你把衣服全部弄好。跑，说完了就跑。我不来，我不来，我抓不动他。那么好看，为什么这么好看？噔噔噔，这个人，你不能说好看，你要说帅。要换衣服啦。今年16岁。你就有压力了啊。干嘛？你16岁，我13岁啊。这个人比你还聪明，我操！啊，他比我聪明多了，是不是？在前面。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说什么？怎么样才能要李老师签名？那不是很方便的吗？那个刚才那种写在哪里吧？合同什么合同？不是有一张合同要签名？对，你在乙方上面写的。你在拍视频还是什么？拍照片吗？我知道，在画了。加一个看看吧，真的一点都不饿。
哦，有点短。外面那你给我吧。我给你重新拍吧，不要动了，再拍拍一样。就刚才那样，刚才那样还可以，我可以不现在自然一点。然后我不是等一下，等我穿衣服的时候吧。穿衣服也可以。长久不穿有点看不不涂的，我看过了。你怎么知道我在想这个？你手一摸就知道了，真的是。哎，先不要起来，你等会发我嘛。哎呦，来，我再给你拍。好，来，预备，开始。好。我觉得杨太好像瘦回去一点。嗯。很明显。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做苏醒的事情我会吹起来的，我到一忙就会鼓起来的。我只要是具体没什么事情了，会好。他这无所谓两处。细节可不可以帮我再搞一点点啊？就这里，这我感觉可以。有没有谢幕？没有谢幕啊？有谢幕。阿迪，哎，他几点开始啊？还有15分钟。然后还有谢幕的。不是，谢幕是我们单独的那个谢幕吧？就是那个他们几个人唱完之后，我们站在后面主持人后面那个。哦。哦呦。让妈妈讲好话。然后说我感觉这个可以按一下。不用，这个造型在这里的，不用。你觉得梁叔不敢说的，你是从卷扫过来看你的。为什么你妈这里没眼袋，说明那个光下面就是没有。钱拿来呀，加钱。钱拿来呀。钱不是给过你了吗？昨天那个红包你忘了？那我拍完是不是也可以超值多少？要一点，要一点的，5块钱也得给一点啊！记不记得你还欠我多少顿海鲜？是不是说过就忘了？哎，很多年了。今天点个海鲜外卖给我。欠了很多，不是这样，就是这些个杂毛了，别再说。他不欠的。哎呀，万一呢？不可没有万一的。不要，看过了都在处理。不会有万一的。这也太近了，我的天！我给你看一下。嗯，这个好的，这个好的。哎，然后就收拾你。飞在天马上。这个吗？要的，我要美颜的。这是谁拿来的？这个是娃娃给我的。因为我搞不好面。
打结束。这个是周丽给我的。有美颜不好。这不能是我的吧？照片哪里？不是给你过了吗？它的上面掉过了，你看掉过了决定好了。对的，就是这样的。哦，对的，就这样吧。他们上次。等一下，我先带那个讲话。妹妹他们，你看这个有一点点的，也还行吧。等下是我们再提一点，就是不是那么重要的，就是特别微小的要求啊。我这两个还可以再一样的。是吧？眉毛？眉尾。哪些不一样？哪里？不要急，一点点来。好了。地上掉的是什么呀？万一人家给我一个惊喜，不是一定要给你听紧的吗？那万一没给我也有可能。这里啦，这里多穿的几个。不会，别动它，不然一刀切死了。好了。哎，我也还没有看习惯啊。行马手。这个距离我有点安全感。这个刘海星，我也希望我播出那天能看习惯。你做点什么可爱的动作？那辛苦啊！啊？这么硬的不错，要么这样。对，这样太硬。对，有没有软一点？我去把衣服穿上。自己剪啊。哦，好。换衣服去啊！换衣服去。在哪里买的？这挺好吃的。我还吃了一半。祝我明天考试顺利，好，祝你明天考试顺利。他们喊我杨美男，真的是可。杨胸男。对，他们全部相互都在这边。杨老师，屁股挪一下。请坐。要不穿给他们看吧，这个他们可像可以穿衣服的了。我给你播你们两个穿衣服。不是，你不要翻转稿，你要翻转。这种时候服装在
有秘密，别转，就这样好了。有人说那个穿女装是陈立军，谢谢你。杨老师结束可以回白象了，还是回杭州？我回杭州了。我好想去吃白象那个猪帐篷。哎呀，你们那什么杨美呢？不要喊得太响了，就怕叫出名了。等一下。可凶了，我现在刚他说有人想，差了他说有人想亲，他有人说想亲一下陈军，那就让他亲。对啊，我温州越亲的。用时间去思念，爱情有点甜，这心愿不会变，爱情有点那个谁拿一把黑的吗？黑的。你拿一把吧。陈军几岁啊？今年？这种太不会，没有，灯光打就没有，你到灯光不好的地方就会有，不会，肯定有光给你。我用那个月。没这个待遇吧？我把那个穿出来。那欧佩兰再借我。下次给你脱，我给他穿啊。在哪里啊？欧佩兰。波他给你穿，然后波你给他脱。没看到耶，欧佩兰，哎，有没有看到欧佩兰？那边有没有欧佩兰？有的呢。怎么看不到了？肯定我放起来的，看有吗？在这里面，下面有没有？这里面。一是有点低，这个可以看那个挖你帮我凹一下。没有啊，这是啥？那个。哪里去了？小勇熬一下啊，你熬呀熬呀。后面的裤子没看到，后面这个。就是把我的腰带给差不多了，可以，挡住不要紧的。哎呦！你这个戏会笑啊？会啊，平常在那里面不笑。哎，这头真的好漂亮，很漂亮。
用时间去思念，爱情有点甜，这心愿不会变，爱情有点甜。已经约定梦，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拜拜。那你帮我营业一下啊。来，祝你们顺利。他们要去录制了，拜拜，我帮你关掉了。你没什么好营业的，好吧，我过去一下吧。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用最浪漫的副歌。来，我们下去就把它关掉了。所以他的粉丝一定要目送一下。你这个话说的我没泪呀。过于假了一点，不用啊，过于假了啊。来，飞过去。一定小心啊，别摔了。小心点，小心点，看着。背可以吗？哦。后大家说这些，你得披上呀衣服啊。没有到那个地方我们就说再见了。你说后头炮呀？你拿着营业一下好了啊。拜拜，拜拜。这三满心有山清水碧，在沉着对着回顾里，岁岁恍然间掠过堂前竹马，旧情泪落，昔年过往可否莫作岁月镜花，年少年荒唐不知错，同他梦把醉一生离休长心月外送上一生我，忽而一瞬冬月寒雪尽数融化，几度将你心里抹如花君可情岁岁恍然间掠过堂前竹马旧情没落，昔年过往可否莫作岁月镜花，年少年荒唐不知错，同他梦把醉一生离殇长心月外送上一生我，忽而一瞬冬月寒雪尽数融化，几度将你心里抹如花君可翻转开房软来了，爸爸。衣服哪？我上那餐厅吃饭了。他刚才那个光这样，我们会好看的。没有吗？还有医院。脱掉，开玩笑。还要很久吗？你们刚刚才第一个节目，他不是只有2个节目吗？拿手好戏，啊。明星的，完了还有什么节目？哦。我看我不会拍。给他哪个地方？行了，好难。哎呦，我在中间。
就放到这边我自己的下一个。看全下一个。哪条下条是那不是？他不是给你摆好了吗？你等我来太低嘛，我来看，你别说。反正上来还要放。要不在我们那里考验我白棵树考验你。这边去。这杨老师是我在帮他捏。放好了，真是，你太高了，我操！下面给你垫个凳子。我垫一点嘛。哎，看完那还要不要都不好的，你去卸妆了。你家扣的脸。我要是卸妆了，我是不会再给你画一个。卸妆了，那我就讲。请把镜头全部怼到。拍的不好看，我找你。让我们俩旁边。请抠一个图，从头到尾不用把紧拉到旁边。下架了。好，我修一下哈，PV 凑就好，抽掉吧。我已经热的不行，我还躲起来。可以，我把头发翻上去好多了。脱一件留一件。来留着来一下。君君在旁边吗？君君在呀。再来一个，等一下啊，我这里。过来。没光。因为他们一个武器我没抢。没有光啦。而且我发现你们的服装都好精致啊，就拿回来之后而且很。开场的节目你看了吗？你们那些非武器的服装我们在借的。大洋跟丹丹喊小颖去化妆。我觉得。更发达一点。我这个是跟绳子断了，不知道刚才有没有。应该是刚断的。这么俩字，其实拍了。不是，它这个还好还要补录，我散掉了。什么时候散的呢？这个东西就不用补纱，只是给它吊了一下，就用这个微补带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可能是刚刚散的。反正几点钟我就不知道。看见刚才照片里反正我之前说过了，前天是录到早上6点半，昨天是录到5点不到，大前天是录到4点。昨天我睡下已经6点多了，我给你发信息了。那是最真。可是刚才那个小姑娘说不会很久，她说快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哎，你们这个录完就好了呀。哎，他要等到什么时候补啊？所有观众录完以后，所有观众撤掉，再从头来。哦，就是没观众的，是什么观众啊？都是你说的，就是你的，就这些。嘉宾了。嘉宾。还没有呢，等会儿还要再补录一下。很累的这种观众，就像我在挪威就已经看了。到现在已经。然后他打给我这样，我也饿了，真的是太累了。我没说我觉得我在被单位开除。他说君君饿了没，所以你说你事情。我的咖啡。哦，知道了。放一会儿。别到我看到你茶。那你就去。做掉了。我手机没电了，所以他没给我拿上来。唱一段。现在就是晚上可能要录的比较晚吧，反正也不早睡。是的。我年前还有这场演出，你在哪呢？这美颜的颜色不太对，不是因为美颜颜色不太对，我们这里没有光，暗落落的，所以就可能不太好。这个补妆员，一起看手机说我们现在在读西厢。一人补妆快，一人补妆。今晚是录制新春戏曲晚会。边上。去年这个看过，没看过吗？哦，这个我好像看到过的，拍的蛮美的，拍的很美的。姐这个对，我看到过的。
工作人员上去调一下。这我设计，我去年我设计的。这个节目还给你讲。这个拍的也好吗？你喜欢光凑近一点，对，凑近一点还好，远的这吓人。天津红歌地震。啊，他抽起来的东西在哪里哦？让张哲老师往他的右手做。李老师笑起来好听，再笑一下。我说找屋顶越北风，这个宏伟，我听着。哦，把那个灯搞起来。那你搞起来吗？在哪里啊？不是说肯定收起来。然后那个花脸那个是我他说这么早，等会儿万一还要能。那你要特技做得出来的吗？他把手机给我们，然后自己唠嗑去了。老师们的麦可以删一下吗？小孩的有对对对。不是说要补录吗？改一个上面。金钱豹。是李老师穿的衣服，喝了同款瑞幸。多说在。是吗？要不吃两口？真的，我等一下。下面是不是有热的？没有吃，忘了没吃这回事情。温，还有一点点温。那把衣服脱光吧。不是我的意思吧？服装脱光。这话重新录一遍好不好？等一下撕下来。不要！把衣服脱光。有带的吗？在呢。保重身体，搞点业务。哎，这个啊，咱一开始要这个饭。当然都是闭环的呀。你能2点1线车上来回接，不会把你这个好的，收到。哎，怎么了？说。这个音乐打整600块钱。师傅把它弄到最后，你从市场把它大概的对照一下，这个应该有拍照片的嘛啊？视频照片看一下。那出来他们先听，可以好洗。要不然我再去要一份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啊，这里有销的。知道了已经。一份够不够？我们是36。但回去可以点外卖。先点吧，稍微点一下好了。你俩吃一份显得你们很恩爱的样子。还没上吗？上了一下了，等会还要再去。你们2个人吃一份，感觉是不是特别好？那个番茄炒蛋还挺好，里面有个板栗挺好吃。筷子在里面，旁边。应该给你筷子，我吃小的。我手机是没电关机了吗？啊。早知道我自己开吃，把你这边火车抢光。要是没有灯，杨老师就是没有灯，少个灯。给你挂个灯吧。好。灯了的呀。这样不够了吗？要拍下来。哪段是没有那个音？你蓝牙开起来，我发给你呀。开着呢。好，你辛苦了，你不要太辛苦啊。那光很好看。哇，你们轮到什么时候？哪个是你啊？陈丽君，血是陈丽君的。不过健康的我是来。沟通真的现在太忙了。哎呀。对了。能不能你们开死？哎，这个东西。今天下午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写的挺好的这2个字。有没有找到啊？这什么字我也不知道。通灵宝玉什么？我觉得这字写的蛮好的。真的吗？真的蛮好。我本来还要么空白的拿过来用，算了。你自己要打起来。要么贴块玉在这儿。那不打架吗？真的是。哎，你发好了没有啊？我再发，你发送。你要是我自己能开吗？你开了我就关掉了，那没好意义哦。不会有意义的，不要浪费流量。对呀。不会，你相信我，不会。我觉得啦，是不是杨老师可以再画2点？不要了吗？有一个阳性嘛，
然后有些慢慢就搬到他们没想到你们还要这样杨老师他们说我们游了，你等会儿再看一下吧。哪里有了？周岛没有油，没有油，来了，这很润好，真是一点都没有。很自然。我鼻子有了，我绝对有了，我的两人啊，难弄的。我的脸都，我都不敢说。明天一辆车回去的。哎，你们在这里不要走啊，就留在这个他的直播间。是我这拍领一下。有道理。好，我们分开。就是。领导不要说，领导不要说。我们要在2个直播间了。我觉得你这个色调还是我这个好，你那个太白。平嘛不准的色彩，还太白。你不觉得你那偏蓝了吗？我这个那么红润型的怎么会是蓝的呢？直播间正在被分发是什么意思啊71。你们不要走，不要来。那车插不了吧？放不了。还早了，还等会儿再插好了，杨老师。对吧？他那个滤镜有问题，对吧？我觉得我这个真实一点，他那个太白。你可以夸自己好，但不能说人家不好，这是一个就是演员的自我修养的问题。这是一个基本。不是，我觉得杨老师的直播间有另外一种味道。我们这个真实点，他有那种异域风情。这样把他的滤镜换一换，他每次拍出来确实有点奇怪的。谁呀？这样的？我不知道，这刚开始不是你设置的吗？没有，我调不回来呀。那对于花旦来说是没问题的，小生意过来就不对了。他们都走了，现在我们这边跟他现在对，我也不知道他那个为什么两边没有走，不要55个，你们不要走，留在他那里。今天是杨老师换了一个刘海的，对。杨老师太白了是吧？不是。Hello， 已经都去你那。没有。然后对不起，我带动不了你的这个设置怎么设？真是。我来。等一下啊！看看脸型可以吗？我修了一下。我太长了，我搞一下。给我头套。搞。哎，在哪里啊？这里吗？每个人自己修的。什么东西啊？这个该不是你弄的吗？花旦小生。这个好多了。这不是你弄的吗？刚才。什么时候是我弄的啦？我要温柔一点。什么时候是我弄的啦？给我变形。好恶心。在温州。只有这张吗？别的还有别的选择不？你先把这张搞出来嘛。感觉有点慈禧啊，不太大。暂时好像。哎，这个好可爱。没有。我从哪？你不要从杨老师这边过来，你留在杨老师那里。你快过去。你快过去。温州哪里哇？温州市区。好像暂时没有上海的。亲爱的，这张我有点搞不太出来。被我扒。不能吃。我想吃这个虎皮。没有。外面那个最上面那层不是很好吃吗？而且我每次会把它先撕开来吃。干巴巴的。你好。要崩给的。我们在录那个央视的戏曲春晚。什么叫桌子上面翻下来啊？这个对，杨老师，我这边红绳子散了，谢谢你提醒。在那里。啊，我刚刚。这个可以封掉。不是的，我刚刚就在这个桌子上的。谢谢你的提醒。我自己拿下来的。没有。拿在这个你鞋子下。大哥吃得了，好不容易找一个业绩。你拿找出来这2个。谢谢你的提醒。不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散的，然后直播的时候发现它是散了，然后我就问。没关系，散的不是很厉害，就是拍照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到这把它拿下来。我从来不骂人。我噎着了。那是不是杨老师没绑紧？怎么能骂我？是我呀。你绑完以后给他喷点发胶。我没有胖，因为这个我最近还瘦了呢，但是这个头套一戴吧，就显得可能比较圆润呢。
等会不要忘了保暖球，我已经忘了。你不本领很大吗？可以搞起来。我搞不起来，我真的搞不起来。李老师160不值得。杨胸男对。不是前段时间太忙了没有拍，当时你要包房吗？给您拿张凳子。你给我变个数字出来。数字不是你收进去了吧？对吧？那。米莎，故事里可能要过年吧，过年回去。细心啊！对。他这个饭好像我还能吃，不是很累。是哪锅？隔壁是。你这个按了我怎么选？不是，那他要起来了，交税。不是，看云霄去杨老师直播间，杨老师直播间在播云霄。还好我里面还有一件衣服。杨老师的直播间有云霄的专属镜头，大头。吃个米饭。我也不做。我要借过下面就这两个同事。没有啊，你这个不是我带过来那个绳子里面捡来的。不可能装，掉不了的。我两个带进去的才会掉。你今天第一次，因为他们都在张老师的直播间。我在。是不是我这个红润一点？我跟你说，就是手机太先进了的关系。你都跑上来了。好声音应该这个礼拜天。我就坐着等你，没有人通知。哦，那你进我的那个看一下，进陈丽君的直播间看一下。哦，那我过来看一下。我差点不要走了，我差点还见光了他们的。这个地方好像可以推荐。不是啊，是杨老师，是后面这位杨美男输的，不是什么北影的。哎，真的在镜头里我怎么还蛮胖的，杨老师？谢谢你呀。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会有一点凸？你这样看是凸，你要从那个角度看那个造型的呀。对了，不是，那万一镜头从侧面过来呢？吃饭了。我说这是关灯的演员吗？对，在哪儿呢？是花菜，哎，你没花菜，你也没有番茄。你说6点半后场了吗？没有番茄，小番茄。刚才那个男的领着去化妆那个是谁去的？杨老师叫杨孙硕的那个抖音号。张小文是谁？张小文在下面录节目。对呀，他不是打电话去找的我呀，我说6点半后场啊。他没说他在录节目呢。人家把张小维鞭打30遍。我主要张小维自己也在录。他带那个女的去的是谁？哪个女的？哪个女的？真的在温州啊。所以不能负责太多事情。他是他带那个女的收入院。旁边是云霄，你们可以去杨孙硕的直播间云霄。今天很忙了。谁抽的？你自己从镜子里看，看到没有？杨老师自己的直播间不出镜，然后在陈老师那里的直播间出镜，然后他自己的直播间让我。哎，你那个镜可以这样对的。你可能有机会吃饭，我炒的。那我好像有什么机会能吃到你炒的饭呢？我吃的剧组的盒饭，在那个今年的那个戏曲春节联欢晚会是在温州录制的。我168呀。这两天发型跟董烨很像。吃了，我不想吃了，我要留。我饭吃完了。君临还有你的，临海我会去1天。杨老师你怎么回事呀？你跟你讲，你现在比我胖，我不想说什么。放屁，我没有。我们在温州。不在温州大剧院吗？这里好像是什么公园，九山公园，对吧？
那你的脸型，但我瘦下来，即使瘦下来，我们去台州是哪天？12号还是？所以他以前瘦的时候12还是很小的。你没有把那个发际线13号回杭州了，他们但是我们团在13号在那边还有。我们团是12、13、14号是不是都有？是12、13、14还是11、12、13。11没演啊，11怎么去？12、13。12、13都有演出，我和云霄是12。演小魏老师啊？对，我们都是南家班的。对呀，我说杨洋，我说好像是有一次想让耳朵后面的黑带，我也说嘛，意思很明显，杨老师有改。对，听院的。这是什么老师？你要来出镜一下吗？他是道哥，道哥是什么？他不认识，他肯定不记得了。他用迷茫的眼神。涛哥，我小学同学吧。小雨都以很迷妹的眼睛看着你的，他刚才很享受的看着你，真的是。这叫宠溺的眼神。好的，他去的比较多。是不是？我你回到你的直播间经营。10年的人最少2个。是可以继续唱。一切爱的人都马上，明年我们又要开一个中央空调，放脱贫空间的，是吧？我没说错哈。他这样就是中央空调。不是。那你太好了嘛，我们都不是。你挑一个特别好的，全都是在中国。董燕上次朱茵领人是定给我一张，对。我挑一个特别好的，给他一张纸巾。上次是什么戏？我说我让你吃半天了，每个纸不是，不是，不推过去杨老师直播间。这团里演出不可控制的，对吧？你们答应人家了，我们要演。李梅梅，哎，你要配上台词。李梅梅啊！你你再说，然后你说他鼻子上面也很油，你再说。你鼻头，你的鼻头也有点油。人家就要看这种东西。去的，12号去的。对，去的。对，我说我鼻子油了，但是杨老师就不给我压，没关系，等会上场之前。陈丽云是他会自己压一下。啊，我对，他是在福建的。我们这家小白。可以拿走了吗？留住他们56个人。要不你自己来出个镜吧，留一下。李老师胃口真好。看不到。我现在吃不下，我想吃。上海现在暂时没有。丝绒垃圾是我的。这2杯是我的。这2杯你的，这2杯。周女士是你的吗？我2杯。那就这2杯。杨老师，大力交给我一点。好恶心啊！这种。微单是怎么粘住的？但是我手机有点薄。是吗？是吗？很便宜，像你对吧？对吧？陷害了，开始陷害了。没有啊，我们这个也很好看啊。谁是君君呀？今晚吃云吞。是的，你最近才喜欢吗？我们其实已经录过一回，我看了一个语录，不知道几年。不是我们在很多剧中有很多的朋友。这是有酒精的。这一片不是不吃的少，我是今天午饭吃的晚，我大概3点。不是本来想等一下午饭。那还有不是啊，这个是我家的吗？不是你们家的吗？好的，你去上面看看吧。真是够了，你也够了。我其实已经演过一遍了，但是呢，再演。那个普通。很准。不是，他今天什么？不是他今天说你的光看一下会不会晃？你的光看一下会不会晃？光啊。哦，对，你的光不是光，你的光看一下会不会晃？你的光，对呀，它是光。
你这个“关”是正确的念法呀，笨蛋！你的光会不会换？哦，我的对，关是正确的。温州人的发音是吗？娘叫。我是08，哎，好声音可以的。 08年进学校的13届的毕业生。让他先讲完话啊，估计是那个这个礼拜就能看到我们两个了。对不起啊，稍微粗鲁了一点，不能骂。这个海口是夸下了。希望在剧场里面等你来。嗨，韩老师。就一直等他们。哎呦，任务是什么任务你啊？坐这里吗，韩冰？那对我支撑了。不是啊，那个任务我选了最浅的一，就它有什么20集，我选了第1集，应该很简单吧？他们现在录串联录完就给你们补了。哦，他麦都没拿过来，我们麦拿过来再说。你们去看到最后一期就知道了。好声音每个礼拜它都会播的，但是因为上个礼拜是因为特殊情况，补完录一个结尾，播了1期，这个礼拜就会录个结尾，补个开头，是的。但是我们要演，林海要演5女拜寿的，他演翠云。我其实已经杀青了， 7、4集，这么多没有吧？没有收掉吗？哎，这个这时候你还没熟了。经常演哪里？过来。你是演一个舞蹈的小姐姐吗？肉是不是这歌的小姐姐？你这里面也太好看了吧！我好声音。难道我现场不好看吗？我还好吧。这也好看。谢谢。哇，400个人啊！那你是开在这里？云霄是林海人吗？是的。我是不是林海人？你不知道吗？没有，我替他问一下，让你回答。我也是。韩老师要来一下吗？哎呦，你都说了是传闻。哎呀，王宁来了，王宁。哎呀，在忙什么？他肯定在唱。为什么？你没有去过他直播间吧？我没有去过。王宁，云霄你好。而且杨老师油了呢，真的油了，真的油了呢，已经是1万个人说我鼻子油了。你自己拿个手机压一下呗。不是，他是这样。2个人都手断了。他在我云霄真漂亮。你说的吗？我也说了。这个人啊，让人无法反驳他，你感动我。今天摸鱼，侧边有哪边侧？君君，杨老师是温州的吧？节目录制完成后，杨老师夜宵前夕。这个镜头的广角，我这个镜头没有广角啊。过年我自己搞一下这个直播间，好吧？管理员是干嘛的？右这边吗？这边。我们现在在温州，然后呢，在录制上的戏剧春晚。天上掉下个狼妹妹，狼妹妹啊，狼妹妹，柚子我的柚子。他的粉啊都已经压光了，然后再把这个铺给我。我这还压的干的。12个了，我又剩了给管理员可以帮。不用啊，我不是在回你消息吗？干嘛的？对，一会儿还有是央视的，但是我不知道温州广电视也有一块。好啊，常州一会儿还要补录进常州，我们要去常州吗？不知道。我们好像目前暂时没有去常州。是，今天我这里也画到了2个。今年戏曲春晚粤剧还有粤剧还有的，我们院里还有的。有的，因为它有好多天的录制，好像跟不了，素材不够多，就是几个节目。营销是在杨孙硕老师的直播间。那个营销在哪里直播间？营销没有自己就是直播你去杨孙硕搜，然后就能进到李老师。眉粉这画的真的很好画的。是眉粉是很好。我记得那个也是给他眉粉刷上了算了。眉粉真的是。就这种小孩子更加眉粉刷的自然一点，或者里面稍微再描2笔就好了，稍微描2笔。我明天回去啦，你明天来录吗？没有问题，你来找我。
还好，现在还好。他这次是一个不一样的晚会现场。什么时候去宁波？宁波暂时目前没有，我们目前过2天要去台州。大家来台州看。何赛飞老师，我今天他好像不在。他在下面。他在吗？我今天没看到。对，就是在观众席嘛。嘉宾那里嘛，他也是拿手好戏的嘉宾嘛，很多嘉宾不是，那他就是，他不是今天录2个节目的嘛，一个是拿手好戏，一个是春晚的，那估计他是在录拿手好戏的。台州录制不是？台州的那个现在还不知道。台州还有一个是。这后刘海看吗？后刘海在哪？我回来了。杨老师，你坐在那里干什么？你回来。看到你们属于一种又爱我也喜欢的。芒果台的林丹是我自己画的，今天是杨老师画的。啊，谢谢你的小兔子。湖南啊，湖南。对，你们消息比我厉害。实在是你也没空嘛，不然嘛你要去放。我也不是很习惯了，我也不是很习惯。你们今天团下几个？ 4个吧。这个是今天杨老师这个头饰是杨老师重新去采购的，不然谁就放出这个。我好像学起来有点觉得好的。没说的，不说。什么说他们都有点手残的，我来强调一遍。哦，对，是九山公园。啊，他那个。哦，没签。我给你留了个笔。哦，对不起。1000块钱。签一个名字就好了，是吗？对。哎，回头会来问我们地址的吧？他们有啊，就这一个就好了，是吧？这是要寄一份给我们吗？对的，要寄一份的，寄给我们那要到时候谁来问我们地址？他们要写直接音乐学院就好了，还是要寄到的？就这样就可以了。哎，没让我写地址啊！你杭州市你我没有写地址，寄过来的，对呀，我就签了个名字啊、电话呀啥的。他会联系您的。你们还要写地址？好声音有一个那个穿旗袍帮毛老师搭的一个。好啊，这样就可以了吧？对，然后你把你自己的收件。小百花乐队团总要写一下的吧？联系人不就也是我吗？对，您说这个快件嘛。很潦草的。没问题，他是我的。哦，都被看去了已经。没人给你注意时间。好了，没有，还有好多呢。还有好多啊？对，就是这块要写您的。同我您的名字。对。后面写您身份证号。哦，那已经好一些。我已经挡住了。也没有耽误一点时间。我一直在从到人。他们3人去录完以后，你装画。我下次跑慢一点。然后还有吗？你翻，往后翻。你这关画半个小时吗？对，翻到第4页。对，就这里签您的名字。对过来的。日期东西。好，让上没有，下一页这样重新写一遍。不管你是2个。我的大力胶。没事不会走。一样的呀。有人跟我讲，因为我讲10点，我忙完了一直在搞，搞完了我搞到5点10点。哦，变回来了，看一下。可以的，下次临海的时候就是演5月半收了。哦，猜了。下午还是？刚才还是黑的。我们贴在这个镜子上直播，然后这个镜子刚刚我以为它要倒。是很难受的，感觉生活都没有了色彩的感觉。呀，要分了。没有，那个位置还没有签了，还没有录好，他们等会还要补录一下。您记得发我呀？啊，您还没发我啊？就是那个，是您老师，林秋老师，您那个什么信息，到时候您可以发我。演员签那个跟我们签的不一样。身份证哦。
签了那个卡啊？只有自己名字签的字，没完，后面有一个保密协议的。对，这有个保密协议，就不能把照片发出去。我都没看里面什么内容，反正差不多。这个直播没有拿到现场啊，没有，进不去的。关掉重新开的啊，重新号码。我就在旁边，我看他拍1个半小时，画一个男的撞出一个牛头，如果没搞好，我下回我都可以不要干。不是，我讲的后面我要搞清楚。接着往后翻，后面有一个版权，就是您经过您同意，您的形象在我台可以播出的。这里签个名字。然后右下角签名字，这里对签名字，然后留电话。直播不一定吧，但是日期不用写啊，日期不用写到时候。到时候我们需要您的身份证跟银行卡，到时候您发给他现在发给云霄老师。好，我现在把照片发给你们。这个补偿给你，但是我觉得谢谢，辛苦了。我看到买保险不是哈哈哈。不是一届的，我是08小百花班的，他是06月班的。如果是他们没等，他讲我跟同学说好没等，我也只能讲他们。是啊，然后他说不等了，这就是在单位里工作的关系，跟我们就没关系。我今天住3馆，来的呀，你在哪里呀？先等一下吗？是的，我这个装3小时。我在外面等哦，楼下那个红棚子吗？等会儿我们还要再录一点，好，等会儿下去，等会儿我下去，我们下去。他们说我定了很多的计划，这都没有去实现，应该就是那个鸽子王。哎呀，你把我的包里面那个卡包拿过来，那个灰色卡包，你把我包拿过来吧。6点半来不及，我在后面说过6点半来不及。世界名牌。后者吧。他骂我学的是粤剧。没有，我中间断掉过了，然后又来了。漂亮的都喜欢。就是那天那个拍摄的时候，那个学了一下。晚上好。可能你现在进不来。我差点掉下来了。谢谢。没有，在温州。吃点饼干吧，支付宝已经变回来了。不要吃。支付宝已经是可以开设了。欢迎你过来。不要再去他那里了。谁呀？知道。做好了吧？不冷，这个房间里现在很暖和。是贾宝玉。对，他开始吃饼干了。在温州龙什么九什么公园？九山哦，在九山公园门口。我喜欢这个味道。又爆了，好像是带货，又爆来了。对，我就现在有点空，不是广东粤剧，是浙江嵊州的那个粤剧。是的，这个造型是贾宝玉。谢谢。是录制戏曲春晚，录制今年的戏曲春晚。看他动作。这谁？罗振英。不要动。也不容易。
都现学现有看过越剧啊，看过广东的越剧。不是，是浙江。对，旁边是云霄。对，因为你这进了我的直播上上去。你抬起头来就好了。然后进陈老师的直播间可以。快点！这两个人真的好恐怖啊！一个要求我进他的直播间，一个就……不是。哎呀，我快回来。那个不要给我看看。我们这设置是太白了点。让我们改一改。就是啊，就是我的红一点。你要不灯还给他一点，再推过去点。不是灯的，哎，不是灯的缘故啦。是这里。是的，我看瘦肉丸是他们瘦肉丸是去年来湖南卫视春晚唱的，也是吊妹妹。这样会不会好一点？你再看看，你再推过去看看，你再回来你看看。这个我唱的是看月，想看林妹妹。林妹妹，你去那个杨孙硕老师的直播间，叫他的抖音叫杨孙硕，他对林妹妹在直播。我真瘦了好多呀！为什么不要去？你就露了这么一边脸。我只感觉自己瘦，我只感觉自己的这一块。我们明天就走了。哦，那你是？晚上好。吹大吗？不大吧？当时刚刚好。去比赛的时候，我想说哦，杨帅闽剧。杨帅？不是，我不知道是杨帅的。杨帅没来吗？我还以为杨帅来了。杨帅来了肯定来我这儿。不用说好一点。当时杨帅去湖北比赛的时候，杨帅跟你合照了吗？杨帅是跟我合的。陈女士装疯把年龄画小了一半。对啊，他其实很老的啦。现13岁，你看，对吧？画小一半了，对吧？你现在我现在把你画小一半，才13岁，那个多大呀？是的，是的。他算了一下，自己还是没有吃亏，就走回来。那不行，学习还是要学习。我在参加那个央视的戏曲春晚，他的排边上是云霄李云霄，室外还是有点找不到杨老师，叫杨孙硕。杨帅不是，我没有是就很多闽剧的。你吃的有点卤。好的，没问题。牙齿，佳佳来了。对，我感觉我牙有点最近它慢慢的年纪上去之后有点不齐。等我到时候去搞。哦，你好，你好。就以前挺齐的牙，现在不太齐。上期对上个礼拜没有。你们把这直播间现在交还给这个直播间的主人好吗？回来了。没有啊，他们没有。我们就没有去那边过。好啊。好的。再见。把什么都关掉。好，全关掉吧。我可能要下线了，再见。拜拜。就是可能现在现场就是有一点点的问题。拜拜。好，我们都关掉了。好。啊，没事。不要聊现场，没聊现场。